只要妄念一空，真如之体呀，自然而显。一切诸法唯是自心，无有能见呀，亦无所见；无有能说，亦无所说。见佛闻法，皆是分别。见佛闻法，要分别心呐。所以一真法界，无有分别，不起分别啊，即能见佛。形而上的道。所以之前我们时常讲，若无所见，即是真实的见如来；若有所见，即是邪见。有无？有。意思都能了解吗？要知道，我要出去讲人听，要讲你读得歹。若无人家说这个看到如来啊，若无所见，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啊，没有所见，已经融成一体了。它融成一体啊，全部都是如来。所以我们这个虚空之间啊，全部都是如来，它都见到如来。各位有见到吗？一定又是很迷糊的，都没有形象的，有形有相会变化。有形有相不真，全部都没有，不是真的。一个我们要听到，无所见，见如来；有所见就是有能见，有能见有所见，那个对待啊，那个什么呀？那些邪见。所以跟我讲都不一样的。那比较明啊。